嗱，如果你每個星期都飲2至3杯珍珠奶茶，但係唔知點解皮膚可能變得越嚟越差嘅話呢，咁我哋真係要傾下啦。問題其實唔係在於茶度啊，因為綠茶啦、紅茶啦、烏龍茶等等，其實都有對皮膚有益嘅抗氧化物質。真正嘅問題係喺糖度啊。嗱，一杯嘅奶茶啦，平均就差唔多有50克嘅糖啊，足以令咧胰島素水平係飆升嘅。有好多人唔知啦，皮膚細胞其實都有胰島素受體嘅。當胰島素反覆升高嘅時候咧，持續喺一個高嘅水平，就會引發一啲嘅炎症啦、皮膚油脂嘅分泌啦，最關鍵嘅係糖化反應啊！咁可能會問啦，咩係糖化反應呢？就係糖分子同膠原蛋白兩個黐埋一齊，久而久之咧，皮膚就會變得更加嘅鬆弛，失去咗彈性啦。如果你本身係容易生暗瘡啦、容易泛紅啦，或者係痤瘡嘅一啲體質嘅話咧，呢種嘅代謝壓力咧係更加快反映喺皮膚上面嘅。咁係咪代表永遠都唔可以飲奶茶呢？咁梗係唔係啦。皮膚嘅健康咧係一個長期嘅習慣，偶然嘅1、2杯咧，其實問題唔大。咁當然盡量係少用翻一啲少糖嘅啦，或者鮮奶啦。皮膚好多時候都反映咗我哋身體健康狀態，例如激素嘅水平啦、睡眠質量啦、紫外線壓力等等，當然都包括咗飲食結構啦。